大家好，翻嚟澳門早晨嘅時間，咁到咗我哋嘅專訪環節啦。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已經喺每年嘅3月21日啦，咁定為國際太極拳日啦。咁呢一個咧係首個以中國武術命名嘅國際日嚟㗎。咁呢一個節日啦，目的係推廣太極拳嘅健康生活方式啦，咁體現陰陽平衡、剛柔並濟嘅哲學內涵，咁強調係身心健康同埋文化交流㗎。咁今日咧好開心啦，請嚟啦陳式太極拳總會副理事長李以莊先生啦，想嚟介紹一下國際太極拳日，咁同時亦都分享一下啦太極拳嘅一啲嘅點滴啦，亦都係各地嘅慶祝活動喎。你好啊，李生早晨。你好，你好。早晨。係。我知道啦，其實啦呢一個啦係啱啱新嘅一個國際日嚟㗎嘛。係，冇錯。其實點樣嘅咧係？呢個聯合國嘅教科文組織咧，早喺2020年啊，咁咧就係將呢個中國呢個太極拳咧列入咗呢個世界非遺嘅代表作名錄。咁咧一直太極拳嘅推廣咧喺世界咧已經係上億數嘅鍛鍊者啦。咁最終喺上年年尾嗰陣時咧，教科文組織嘅會議第43次會議嗰度咧，中國聯合咗29個國家咧，共同就係倡議將呢個太極拳攞一個國際日。咁咧結果就通過咗，就俾3月21日為呢個叫做國際太極拳日。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好榮幸咧，就係首個武術項目去作為一個國際日啦。咁喺呢個日子就點解定3月21咧？咁原來佢又係我哋嘅中國嘅春分。咁春分咧正好係代表就係話陰陽平衡啦。晝夜嘅時間一樣啦，咁樣咧就係、亦都係好適合太極拳我哋嘅理念啊，有陰有陽係好平衡剛柔並濟咁樣去作為呢個日子咁希望喺呢個咁嘅日子就推廣將太極拳就推廣到俾全世界嘅人亦都係其實我哋中國嘅更加為主啦，咁樣就可以達到呢個。練到大家個身體會好啦，其實練太極拳咧就除咗身體好咧，個精神上邊咧係會好好多，即係特別係俾急躁嘅人去練咧，就會係平和好多落嚟嘅。睇李生就知道啦，中氣好足啦，好精神啦。嗱，因為咧，譬如啦，中國嘅文化啦，已經係上千年嘅文化啦，或者係咁太極拳亦都係嘅，真係源遠流長。呢個運動啦，去到而家咁耐啦，一定係有佢嘅原因噶嘛。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太極拳啦，嗱，除咗啱啱講到啦，身心咁樣鍛鍊啦，我知道精神上鍛鍊啦，咁仲有其他。其實咧，點樣係運氣？點樣係唔係單係表面嘅一啲嘅形式上面嘅嘢咧？係冇錯。太極拳咧，其實我哋練起上嚟咧，就係通常係動作先嘅，因為你會見到喺公園又好，喺表演上又好，見到係一動作，佢係動功嚟嘅。咁但係點解又會有話太極拳會練到身體嘅健康咧？咁因為佢要配合一個呼吸去運用，咁好似唱歌其實佢都要配合呼吸去唱歌咁樣，對身體係好有裨益嘅。咁當你吸咗氣入去裏邊嘅時間咧，佢氣嘅帶動咧，就會令到你身體血氣各方面咧就會有所幫助啦。特別係啦，特別係你個內臟內臟嘅運動亦都係好緊要。平時我哋喐手喐腳咁冇達到內臟嘅運動，但係太極嘅功咧，就會幫你帶動咗全身，包括埋你內臟嘅運動，咁咧就會達到一個身心都健康嘅。反而係啱一啲，我自己覺得啦，啱一啲咧，好似啲女士咧，唔係好中意劇烈運動，但係又想鍛鍊身體，好好啊，非常好啊，成日話打通晒任督二脈咁樣。因為佢喺個動作上邊咧，你配合個呼吸去做咧，嘅身體嘅體會咧，你練落去就會感受到嘅。特別係因為年長嘅人啦，活咗一個年份之後咧，好多佢成為咗習慣嘅動作咧，其實咧。佢會令到你嘅經絡或者關節上邊有阻礙有長，即係其實你一啲錯誤嘅動作，你唔知道佢長期做錯，佢就會積聚咗呢啲滯我哋嘅，咁積咗之後咧，你就會開始有痛有咩，咁太極咧就會經過氣經過佢幫你個身體嘅中正平衡幫你掹翻正佢，咁咧追求翻你咧就係話，當你出世時嘅鬆弛嘅
形態或者呢個方式。咁你達到呢個原來呢個點嗰陣時咧，你成身嘅肌肉啊或者骨頭啊呢啲咁咧，就相當比一般人都會鬆翻啲啦。咁咧就達到呢個健康效果。咁你就唔會再有咁多呢啲痛症啊，或者你特別我哋話講，如果中症咧，你老人家行路能夠中症咧，即係跌到嘅機會都相對少。無論係小朋友或者大人，其實都係咧好好咁樣學習太極咧，其實都係一個強身健體一個好方式。嗱，講到咁樣啦，其實澳門而家咧譬如推廣太極拳啦嘅情況係點樣嘅咧？而家澳門推廣太極拳咧，就我哋其實都係有好即係不少呢個體育會啊，即係呢啲會係有學習太極拳嘅班啊，或者政府亦都搞好多呢啲康體班啊，俾人去參與。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平日我哋亦都有好多活動啊。咁啊出嚟介紹下太極拳啊，或者做下啲表演啊，咁樣去俾人睇到啊，亦都會有相對嘅講座啊，介紹太極拳有啲咩好處啊，咁樣就好似我哋而家咁樣3月21日係國際太極拳日，咁我亦都嚟搞啲活動啊，咁咧就慶祝呢個日子，不單止慶祝，亦都係可以接受俾啲觀眾嚟睇下啊，介紹下太極拳啊，等大家認識下呢樣嘢啊，知道佢嘅好處啊，從而入門啦，我哋叫做嗱，世界各地咧都因為咧呢個國際日咧有啲唔同嘅慶祝活動啊，又或者係推廣活動咁樣啦。咁我哋澳門咧，澳門有啲咩活動？啱啱咧頭先有提過一下啦，會有一啲嘅表演啊、演練啊，咁等大家多啲了解一下。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今次嘅情況係點樣咧？幾時會有咧？做自從呢個國際太極拳日定好之後咧，咁相信中國各地甚至乎世界其他城市咧都有相當嘅慶祝活動啊，包括有搞比賽嘅活動啦，亦都有一啲係集體參加一齊嘅好多個城市聯合埋一齊打到太極拳啦，做慶祝啊咁樣。中國呢個非遺呢個組織有個太極專委會咧，亦都搞咗個叫做世界有我太極呢個叫做咩太極有我世界有光嘅網上活動。大家咧如果係身為一個太極嘅愛好者或者有參與太極嘅咧，都可以我提下大家可以上去打個手掌，即係等你知道全個世界咧有幾多我哋真係參與緊太極運動呢個人，咁有呢個活動嘅，即係話如果你全世界你就算只要你係太極一份子，都可以參與啦呢個活動。咁而其他澳門嘅咧相對有啲團體自己亦都會即係主要都係打拳啦，去做呢啲太極嘅介紹啦、活動啦。而我哋咧就有2個會就做主辦咗咧，就喺3月21，即係明天啦，就喺呢個萬豪軒11點鐘。喺佢個大禮堂嗰度咧，我哋會做一個集體嘅演練啊，亦都有各門各派啊，包括咗澳門有陳楊吳孫武5個主要嘅太極主流呢個派別嘅太極拳咧，就會作一啲好資深嘅師傅上嚟做一啲表演，咁咧就好值得觀賞嘅。咁如果係太極嘅愛好者咧，亦都可以上去我哋開放俾大家去睇嘅，亦都係交流一下、分享一下啦。尤其是咧，好難得可以一次過啦，聚埋咁多太極嘅大師傅喺度啊。咁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去睇嘅話，記得咧就把握機會啦。咁使唔使點樣報名啊？定係就咁行入去就得咧？就我哋亦都冇搞到話要報名，咁因為時間啊或者咩咧就應該都我估就唔會太多人嘅，咁但係歡迎嘅，歡迎。我哋冇話阻止，咁但係會場嘅地方真係有限，咁如果真係如果睇早啲到，咁即係話個好位置睇下咁樣啦。同埋咧，如果咧係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帶埋小朋友去睇嘅，因為呢一樣嘢咧係從細個開始啦，未必小朋友有興趣嘅，但係咧可以係培養一下。或者第日有興趣咧，又或者係一個親子嘅活動咧，都非常之好。咁今日啦，多謝晒李生上嚟同大家分享。係好，多謝晒。